四边拢是海的岛屿，讨海掠鱼，自然地正做是海墘仔人的职业甲生活。讨海人了解海水甲淡水是同款的滋味。讨海人了解流浪甲漂浪这两个因为海而产生的名词，毋是浪漫，是一种过生活的过程。海水袂当啉，咱人宝贵的生命是靠井水在维持，但是盐却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宝贝。所以海墘仔人参早餐人同款，开盐田引进海水，靠日头落去拍打，将海水结晶变做盐。这是古早人挖海食海的智慧。这款智慧，如今因为成本问题，变作未趁钱，所以行入历史。留落来是笑脸。盐田的智慧演进变作鱼温啊，引进海水、饲鳗、饲虾、饲沙目鱼。这款渔产养殖的技术，在学者专家甲海墘仔人的配合之下，让台湾在世界出名。农经、养殖、医疗对外的人员甲技术援助，让咱在国际社会得到尊敬甲友谊。插蚵仔、饲蚵仔的人，在政府的界定叫做蚵仔农。不过，因是靠船、靠海、过生活的人，到底是农民也是渔民？敢若因家己知影。不管是农民或者是渔民，拢是看天食饭的人。风吹日晒，水冷霜冻，搁较艰苦，至少饭碗是家己的。看人的面色食饭，食人的饭，还人的问，饭碗是别人的，袂好时，人就要收碗收刀。所以以前的济伙人，拢会交代实际，趁济趁少无清在，靠家己的双手上实在。在现实当中打拼生活的力量，咱挖靠的是啥物？